我係葉謝鄧謝年終律師，今集會同大家講下婚前協議書係乜嘢。唔好以為婚前協議只係有錢人先會簽，其實而家越嚟越多情侶喺結婚前都想講清楚、講明白，保障大家。等我哋講下婚前協議書內容包括啲乜。一、夫妻姓氏安排，結婚之後太太係保留原本個姓定係跟夫姓，呢啲都可以事先傾好。實際例子，阿 May 同阿俊結婚前講明，阿 May 會繼續用返自己個姓處理工作同銀行戶口，保持專業身份，大家都冇問題。而婚後住邊度？協議可以寫明結婚之後係搬出去住，定係同老爺奶奶、外父外母一齊住。例子，阿豪本來諗住婚後同父母住，但阿珊想有自己空間，結果佢哋喺婚前協議寫明最少頭3年會自己住，避免將來因為搬屋問題嗌交。3、財產點處理？可以揀結婚之後財產一齊擁有，或者約定各自 keep 翻婚前同婚後嘅財產。例子，阿祖結婚時有層樓，阿婷就冇資產，雙方協議寫明婚後各自嘅收入同資產分開處理，以免將來出現分配糾紛。家務點分工？家務唔一定全部由女人做，協議可以寫明邊個負責煮飯、打掃、照顧寵物或者小朋友。例子，阿傑工時長，阿玲時間彈性大，所以協議寫明阿玲負責接送小朋友放學，阿傑就禮拜6日做家務補返。5、家庭生活費點分擔？生活開支包括租金、水電、教育費、保險，可以一方全包，或者按人工比例分擔。例子，阿東賺得多過阿余，雙方協議阿東負責7成，阿余負責3成，大家都覺得公平。自由使嘅零用錢，協議可以寫明雙方每個月有固定零用錢，特別係對收入少嘅一方提供保障。例子，阿子係全職主婦，協議寫明阿子每個月俾阿子固定零用錢，等佢唔使有經濟壓力。7、子女監護權嘅保護條款，協議可以加條款，如果一方有虐待、遺棄等行為，就會限制佢日後對子女監護權嘅行使。例子，阿強之前有情緒問題，雙方協議寫明，如果發生虐兒情況，阿江有權申請全權監護，保障小朋友安全。8、違反婚姻義務可追討賠償，例如一方有外遇、家暴，可以寫明另一方有權要求賠償。例子，阿 Roy 一早講明，如果阿鍾出軌或者用暴力，佢可以根據協議要求賠償，同埋加快離婚程序。婚前協議書唔係唔信對方，反而係一份理性、成熟嘅愛。透過清晰協議，可以避免將來嗌交，保障雙方嘅權益同生活安排。葉謝鄧，你婚姻法律上信得過嘅拍檔。葉謝鄧，你的法律服務夥伴。